香港可以課金 Google Gemini，最平38蚊就有得用。早前 Google 喺香港推出 Gemini AI 服務，但係唔能夠課金。好多人會問 Google 借俾香港人用免費嘅低至版，事實上只係分階段進行。就喺2026年嘅5月1號，當大家放勞動節假期，Google 靜靜雞咁推出咗課金版本，最平38蚊港元，用香港信用卡就可以付費 Google Gemini AI。3個 Google AI 計劃，香港用家可以選擇3個計劃 ：Google AI Plus、Google AI Pro 同 Google AI Ultra， 同世界其他地方都差唔多。3個計劃主要分別在於 Google Drive 嘅容量。你每月喺 Thinking 入面用到嘅先進 model 同埋 Pro model 嘅容量，而全部課金計劃都會支援 Veo 3.1 AI 生成影片功能，差別就係每日可以用幾多。不過好多人講嘅 Notebook LM 就暫時未開放，要用到 VPN 先至能夠用到。但若果你課金咗香港版嘅 Google AI， 都一樣能夠透過 VPN 用到 Notebook LM 嘅進階功能。喺3個計劃入面，其中最多人講嘅就係 AI Pro 計劃，每月158蚊港元，但係有1個月試用。AI Plus 都只不過係38蚊1個月，仲要頭2個月免費，而 AI Ultra 就係1588蚊1個月。值得一提嘅係，如果你本身用開 Google One 2TB 嘅 Google Drive 容量計劃，即係每月78蚊嘅計劃，就已經送咗 Google AI Plus 嘅功能。如果你唔需要太多用量，或者係更多嘅 Google Drive， 唔一定再升級先至用到 Google AI 嘅升級服務。另外，除咗 Google AI Ultra 都有年費計劃，成本會再平少少。